好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高早真欢喜，咱会当相见面。疫情愈来愈受到控制，所以咱会当自由转来到伫礼拜堂中间。所以咱有缘有实体，也有踮伫线顶，咱两款方式来敬拜。所以伫这个时刻，咱嘛会当分享咱直播的连接到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，互咱踮伫厝内底的人嘛会当甲咱共款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好，所以伫礼拜开始进前，牧师嘛阁一摆邀请咱大家，咱做伙祈祷，咱做伙备万心。主阮的上帝，感谢你的听，因带阮，互阮踮伫主日的早起，阮会当自日踮伫你的圣殿下面。无论阮踮伫教会，也是踮伫阮家己的所在，通过实体，也通过线顶，阮同齐献上敬拜。愿主你的神充满踮伫阮逐人。互阮对你的话，阮领受祝福，也祝福阮今早起所有服侍的同工，踮伫你的手中，通荣光上帝你的名。伫礼拜开始进前，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好，咱来吟诗162首。今仔日所要吟的诗，我伫厝内有练习，歌词拢足感动，拢会插着我的心。求主帮助咱今仔礼拜，亲像安尼，才圣诗甲咱讲的，安尼咱来检讨，也是咱来摆咱的心伫主的面前。着用基督的耶稣的心，做恁大家的心。救主耶稣本是上帝，为着救人降世。咱来吟2节，第1节甲第2节。搁一遍音哪唱俩无啥着，预备来，就因基督耶稣的心，最灵的心，有主耶稣本是上帝。哇！即摆继续好，第2节谦卑屈家，真做萝卜来。谦卑屈家，真做萝卜，忠心高息顺海，圣洁淡白，圣洁诚实，上帝这个声音。好，迄个第1节尾啊，遐是2拍尔啦吼，咱注意者，莫吟甲伤过长吼，大家的心2拍哦吼。好，咱来吟505这首，有咱吟着会较无遐尼顺吼，咱来听迄个老师甲咱弹一遍吼。我要忠实，要辜负人的信任，要纯真，
有人关心，我要坚强。面对世间真苦难，我要勇敢，接受人生艰难。我要勇敢，克服人生艰难。咱安尼听，敢有感觉较难的所在？若是我在练的时阵，我感觉第一桩要辜负人的信任，这个所在我嘛插着心。啊，搁有迄音嘛是较无遐尼好吟。嗦拉西哆瑞对毋对？啊，伊只嗦拉西瑞哆哆安尼哈，咱吟即几音嗦拉西瑞哆安尼，预备，来，请老师甲咱弹一下。嗦拉西瑞哆，啊，较顶也是顺子是瑞西，我要顺子是瑞西，安尼一个音注意一下哈，好，对，啊瑞西是瑞，安尼注意一下哈，好，无辜负人的信任，咱来唱嗦拉西瑞哆，安尼唱就好，来去。嗦拉西瑞哆，吼，伊唱音节嗦拉西哆瑞，但是伊是嗦拉西瑞哆安尼哈，咱家指导来去，要辜负人的信任来去，无辜负人的信任，搁一遍哦，无辜负人的信任，啊，我要顺真瑞是来。我要顺真，吼，毋是咧拉，是咧嗦，是咧西。来，搁一遍啊，去。我要顺真，吼，安尼注意一下。啊，搁来第二段，面对世间真苦难遮音，伊是分散和弦，但是又搁一个半音，一直上去，是一个上悬的所在。嗦哆咪嗦。啊，即大家哈，咱来吟一下哈。面对世间真苦难啊，唱音就好，嗦哆咪嗦，预备来，嗦哆咪嗦，半音嗦西拉，这较歹吟，搁一遍哦，来，嗦哆咪嗦嗦拉，啊，像咧就简单啦哈，来，咱家指导来去哦，面对，预备来。面对世间真苦难，搁唱两遍，对拢介够啊！来，面对世间真苦难，搁一遍，面对世间真苦难，啊，刷落去。来去。赶快！好，咱对头，对头唱到尾哈，好来。我要重视，来，我要重视，降音，无辜负人信任，较悬。一遍，搁吟一遍，互伊搁较熟，吼来对头，我来唱，我要
谢谢。我被寻迹，因为无人关心，我被别掉，你的心更清楚。咱练习到这，等休息，咱继续每个人。有一件事，我捌求耶和华，我有愿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伫耶和华的殿，仰望伊的荣美，伫伊的殿求问。咱三角来吟诗学乐上帝，请会众起立。三角来吟圣诗162首，着用基督的心。
许多圣经，请咱犹原起来，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，我信共同的教会。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请坐。这是咱三角来启应，启应文第53篇。我着带什么来就滚上帝、上主，来敬拜至尊的上帝。上主减会欢喜千千只公的羊，也是万万条溪的牛。人啊，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，就是行公义，心存慈爱。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。咱三角来祈祷。阮伫天日的爸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有机会搁一摆来敬拜你，阮至尊的上帝。阮是小可的人，伫旧年的时 ，COVID-19 拄开始。大家伫即个行兄的过程中间，咱会去思考讲，到底咱会生也是死，是毋是为着即个疫情，咱会得到即个病？总是阮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主感谢你保守阮，互阮伫即个过程中间有机会调整咱的骹步。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咱搁一摆思考咱的信仰。甲咱的人生，咱的人生好亲像在跑走，不断在走，只是有当时啊紧，有当时啊慢。主，求你保守阮，互阮着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来做伙行，做伙同行。主，求你保守阮，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来看圣经的部分，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0章35节甲52节。西庇太的囝雅各甲约翰就近来甲伊讲：先生啊，既然阮所对你求的，爱你甲阮行医，伊就甲因讲：爱我甲恁行啥物啊？因甲伊讲。准阮伫你的阳光，一个坐伫你的正边，一个坐伫你的倒边。若是耶稣甲因讲，恁所求的，恁毋知；我所啉的杯，恁会啉吗？我所受的洗，恁会受吗？因讲会。伊甲因讲，我所啉的杯，恁要啉伊；我所受的洗，恁要受伊。总是坐伫我的正边倒边。
毋是我会当互人，独独是为着虾米人备办的，就予伊。10个学生听见，就受起雅各甲约翰。耶稣叫因来，甲因讲：恁知外邦所尊做人君的，做主来治理因的代人管辖因。独独恁中间毋是安尼，恁中间爱做大的，要做恁妻用；恁中间爱做头的，要做正人的奴仆。因为人主教毋是要妻用人，是要互人妻用，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侪人。因到耶利哥，耶稣甲伊的学生，甲大阵人出耶利哥的时，底麦的囝巴底麦，就是青梅做乞食的，坐伫路边，已经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，就嚎叫讲：大笔的户的耶稣，可怜我！侪人责备伊，教伊静静。若是伊一发大声嚎叫讲：大笔的户的，求可怜我！耶稣停下讲，叫伊来，就叫青面人甲伊讲：安你的心起来，伊在叫你啊！伊就放下伊的衫，跳起来，去就近耶稣。耶稣因伊讲：爱我甲你做啥物？青面人就甲伊讲：拉普尼，我爱得到看见。耶稣甲伊讲：去啊，你的信救你啊！伊连得到看见，就伫路林对耶稣。接续，咱请牧师来讲道。讲道的题目是：要我为你做啥物？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感谢你的听，互阮通自即踮伫你的圣殿下面，阮同齐献上敬拜。无论踮伫礼拜堂中间，也是踮伫网络顶面，主愿你的神充满阮，也通过你的话语教导阮，互阮哪来哪亲像你。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兄弟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会当三见面，会当三甲踮伫拜堂中间，咱要做伙学习上帝的话语。我会记得有几年前，我到伫美国坐一个朋友的车，伊是一个医生。踮伫车里拄好有一个患者敲电话来找伊，讲要预约迄个看诊的时间。我就听伊咧甲迄个患者伫遐咧对话。这个当然因是咧讲英语啦。但是我听一句话，互我印象足深的。这个朋友马上就对迄个患者讲 ：“How can I help you？” 我到底会当帮助你啥物？这句话为什么我印象足深的？因为我定定咧想，踮伫台湾，咱敢若足少安尼讲吼，就是踮伫台湾，咱敢若足少听到一个人来找我的时阵，我会直接一个反应讲：我会当为你做啥物无？咱足少安尼去想代志。当然，这有可能是语言中间一寡无共款的所在，但是背后伊也显现一个无共款的价值观，就是踮伫因语言的文化中间是头一个就去想，我会当怎样帮助你？但是踮伫台湾，当恐惊定定咧想的是，我到底这个人敲电话来找我，我会小按一下，我会当我会当安怎来回应无？真细微的差别，总是有当时咱对这嘛看见，啥物叫做服侍啊？耶稣踮伫路里，语言伊要受难，这是伊所要讲伊的服侍。总是耶稣所要表达的服侍，对门徒来讲，一直是无法度完全了解。
这问题无法度完全了解到，亲像咱可能嘛无法度完全了解到底耶稣所讲的服侍是啥物意义共款。所以两个门徒雅各甲约翰走到伫伊的面前，咱爱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。耶稣踮伫路里，带12个门徒做伙行。耶稣行伫头前，后壁12个人。忽然间，这两个人要来找耶稣讲话，所以迄是啥物款式？两个人赶紧走到头前，走来甲耶稣讲：“老师，阮有一个要求，望讲你会当答应。”所以耶稣就问啊：“爱我为你做啥物？爱我为你做啥物？”这两个人讲啥物？因爱的是啥物？哦，老师啊，你有一日吼，你得到荣耀的时阵，阮两个吼，一个会当坐伫你的倒边，一个会当坐伫你的正边。因看到的是啥物？因看到的是耶稣，你是要来做王的嘛？因所看到的耶稣是耶稣，你是要来做王的，所以有一日你若是做王的时阵吼，阮会当共款坐足悬的位，阮会当一个伫倒边，一个伫正边。两个门徒走去头前安尼讲其他10个人咧想啥物？咱想看后壁迄10个人心内底安怎想？后壁迄10个人心内底有足侪不满的，因为可能全部的人拢咧想啥？所有的人，这恐惊这12个人，逐个人拢咧想到底我是啥物人会当坐倒边甲坐正边？所以每一个人拢想要抢这个位置，每一个人拢想要抢啊！因看袂见到底耶稣所讲的是啥物？到底耶稣的使命是啥物？这12个人跟对耶稣一段时间总是因看袂到。路里继续咧行，去到利亚利哥，因也准备要离开的时阵，伫路里哥有一个人是啥物人？有一个青眉人叫做巴底麦。有一个青眉人叫做巴底麦，伊看袂到，但是伊听到耶稣要来伊看到啥物？伊心看到啥物？伊的心看到一寡物件，伊的心看到一寡物件是，可能这是我人生中间唯一的机会。若是我会当定心，我目睭会当看会到，恐惊这是唯一的机会啊！所以伊坐伫路边。听到有人讲耶稣要来的时阵，因踮伫路边大声咧喊讲：“大卫的囝，耶稣可怜我吧！”伊伫遐咧喊的时阵，边仔的人安怎想？边仔的人共款，莫吵！耶稣踮伫头前咧行呢，莫黑白踮伫遮喊，你莫伫遮。对整个社会来讲，巴底麦是一个。无人看会起的人，因为伊目睭看无，伊也是一个乞食。所有人看轻伊，所以敢若一直咧责备伊，叫伊静静，莫讲话。但是伊却看会到啥物？伊却看会到的是，这个人恐惊是伊人生中间唯一的机会，伊的性命有机会改变。所以伫这个故事中间，看会到的人看袂到，看袂到的人看会到，看会到的人看到啥物？看会到的人敢若看到我要坐官位，我要有权利；看袂到的人，颠倒看见是我的人生唯一的愿望踮伫遮。这款情形其实踮伫现在的社会，咱嘛定定看到，敢毋是？自细汉到大汉，咱拢会选举嘛。自细汉到大汉，咱拢会选举。踮伫读册的时阵，都爱选啥物？爱选班长嘛。对，自细汉都爱读册，都爱选班长。搁愈来愈大汉，咱选举嘛愈来愈济。所以逐个人才会讲算笑，讲踮伫台湾选举是一款信用。咱一直选举，一直选举，看起来有足侪人想要做领导者，
看起来有足侪人想要掌握权力，想要成做一个领导者，但是嘛，有侪人安怎？千万毋通选我，千万毋通选着我。有足侪人讲千万毋通选着我，但是伊实际咧做是啥物？有足侪人嘴会讲千万毋通选我，但是实际上伊伫私底下一直咧运作。嘛有足侪人选着了后，一直讲我赶紧想要甲遮个物件ฮ็互别人。有足侪人都开始一直咧想我啥物时阵能结束？我赶紧将即个事搁ฮ็互后一个人就对啊。所以踮伫台湾，咱因为咱对权力的想象至高，咱有侪无。好，伫声阁出来啊！好，所以讲到伤激动就失声。所以踮伫整个的社会中间，咱有足侪无共款的想法，每一个人想法无共款。有侪人想要做领导者，但是做袂到；有侪人无想要做，嘴里讲我无想要做，但是私底下一直咧运作，一直想要控制。也有足侪人虽然是做，虽然是领导者，但是一直想要ฮ็互别人，背后拢咧讲啥物？这一切的现象背后，敢若一件事。这一切的现象背后，敢若人想要控制一切，人想要掌握家己的性命，人想要控制别人甲我家己。咱恐惊无想过，这是足大的罪。想要控制一切是真大的罪，因为咱无愿意将人生的所有交予上帝。所以，伫想要掌握一切的过程中间，咱对别人无尊重，咱嘛无想要负家己的责任。咱嘛完全开始看轻遐个软弱的人，因为因毋是我所关心的，我所爱的是照我所控制一切，互整个世界会当照我所控制的来运作。所以老实讲，这是罪呢。咱真少去认捌罪的影响力到底是啥物？当每一个人无想要负起家己的责任。当每一个人干那想要去控制别人，当每一个人干那关心我家己，我即马袂使，也是我安怎，干那关心我家己的时阵，咱就离上帝远远啊！无论咱伫外表看起来做偌济，无论咱伫外表看起来参与偌济聚会，参与偌济服侍，咱永远是有罪的人。做一个基督徒，若是咱无真清楚知影，咱是有罪的人，恐惊咱永远拢无法度认捌耶稣。所以前几日，我有踮伫圣经学堂，佮大家分享一个青年，伊甲我分享的。伊讲自细汉到大汉，伊一直感觉一定爱做足侪代志，一定爱做足侪，踮伫教会嘛，一定爱做足侪。因为感觉讲一定要最好、最有好的成绩，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。但是到上尾，伊发现一件事：伊愈活愈无快乐，伊愈来愈无快乐，因为伊一直咧做，毋是咧回应上帝的听，伊一直咧做，只不过是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。所以才甲我坦白讲，伊感觉做基督徒足忝的。因为这个最想要做搁较好，交成绩单的这个思考，至到伊感觉福音无过是福音，所以伊才咧甲我分享讲，我想要搁较济来认捌无共款的上帝。当我咧甲伊对话的过程中间，我甲伊分享讲，有当时啊是人必须爱放弃足济事。爱放弃家己想要掌握一切，想要有足侪计划，
想要有足侪暗算，想要做好，才会欲望，咱才有机会真正认捌上帝。所以一直想要控制家己，就会造成家己的伤害，也造成团体中间的伤害。这点伫社会是安尼，点伫教会也是安尼。门徒跟耶稣久久，因是看见，但是因所看见的是，当我坐官位的时阵，我会当控制，因为这个我会当控制，我会当来安排我身躯边人一切位置的时阵，造成真大的伤害。耶稣回应什么？耶稣回应讲：恁抓准爱最大吗？坐伫我的倒边甲正边，毋是我会当决定的。什么人伫耶稣的倒边甲正边？咱知影无？什么人伫耶稣的倒边甲正边？钉伫十字架的时阵，边仔两个人是啥物人？共款犯罪的人，敢毋是？所以，啥物人坐伫耶稣的正边甲倒边，毋是咱会当决定的，嘛毋是耶稣会当决定的，是上帝为着啥物人陪伴，就赐予啥物人。每一个人想要做有权的人，每一个人想要做统治者，因为伊会当支配一切。总是耶稣甲遮个门徒讲：恁想要做大，就爱安怎？就爱做奴仆。恁想要做大，就需要做奴仆。简单来讲，咱今仔日感觉咱掌握一切的人，咱就是爱正做别人的奴仆。正做别人的奴仆是咱无法度选择，因为这是耶稣的款式。耶稣讲：人子来，毋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甚至为了要救赎众人，献出家己的性命。耶稣的言语真清楚地讲这件事：咱的使命是爱陪伴、服侍每一个人，包括现在这12个已经有冲突的12个人。这也是耶稣所要服侍的对象。看会到的人，看袂到；看袂到的人，颠倒是清楚的。看袂到的巴底麦，伊一世人受到别人所忽略，伊恐惊无能力会当为别人做啥物，更加变讲要甲别人竞争坐啥物大位啊！但是当耶稣咧问伊爱我为你做啥物的时阵，伊讲啥物？当耶稣问伊讲爱我为你做啥物的时阵，伊的回答是：老师，我爱会当看见。这敢袂是咱的回应吗？当耶稣咧问咱，共款当耶稣咧问咱。爱我为你做啥物的时阵，你要安怎回答？踮伫台湾，我定定咧想，这个问题足歹答的。真正有人问咱讲爱我为你做啥物的时阵，咱就开始安怎想？咱头壳内底会开始洗足侪念的。我即马讲安尼，伊会安怎想？我即马若是搁讲这，伊搁会安怎回应？咱会想足侪，想足侪。但是如果耶稣真正问咱讲爱我为你做啥物的时阵，咱要安怎回答呢？巴底麦讲：我爱会当看见，我爱会当看见。其实伊已经看见啊，敢毋是？对巴底麦来讲，伊敢毋是已经看见啊吗？耶稣回应伊的请求讲：去吧，你的信心已经治好你啊！巴底麦真正看见啊，伊毋是心内的目睭看见，连肉体的目睭也恢复。伊并无做啥物，但是伊领受恩典，所以伫努力，
随时起来，军队耶稣，就踮伫迄条路。原本耶稣要来的时阵，伊踮伫边仔，无人看见伊，敢若踮伫边仔，一直伫遐咧嗷叫。但是踮伫故事的路尾，伊起来啊！伊军队耶稣，伊要军队主来服侍人。对今仔日的咱来讲，咱看会到足侪代志，也检采是咱掠准咱看会到，但是咱真少用心去看耶稣到底在做啥物。咱拢掠准咱看会到，咱拢掠准我知影耶稣，咱拢掠准我应该有咧服侍吧。但是咱真少看会到的是，原来我想要掌握足侪事。原来当我拄着每一项事的时阵，我考虑的是我家己，并毋是别人。当我拄着侪挑战，当我拄着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时阵，我敢若先考虑家己，无去想到底别人的需要是啥物。毋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这句话，咱敢真正知影伊的意思吗？当咱常常咧讲，咱要来服侍主的时阵，咱敢清楚知影咱要讲啥物无？当咱要讲咱要服侍主的时阵，咱是选择了，咱正做一个萝卜，所以正做一个萝卜。恐惊咱无选择的机会，每一个服侍是运定，毋是选择；每一个会当参与的是运定，毋是我靠着我家己的意志咧做决定。所以，当耶稣咧问爱我为你做啥物的时阵，是咱搁一摆清楚去看见，伫生命中间每一个特别的时机。是耶稣咧邀请你，是耶稣咧邀请咱每一个人来回应的事，也是咱认罪的事。就是当咱真正认罪讲主啊，我是真正暗算伤侪事啊，我是真正为着家己计划了伤过济。当咱家己真正愿意认罪的迄点开始，就是咱得到稳定的时刻。所以伫一生。咱学习来回应伊。这礼拜中间10月份，昨我去参加巴克利绘本的出版，大家人踮伫10月份会一直讲巴克利牧师的故事。我想这幅图大家就熟悉的吧？这幅图咧讲啥物？踮伫咱5楼饲料馆的门口。对咱教会兄弟姊妹来讲，应该这个故事咱常常听到，是踮伫1895年，巴克利牧师受到台南遮人的拜托，去迄个日本军队来交涉的事件，所以后来日本军队会当和平入台南城，无造成真大的伤害。逐摆听宣教师的故事。咱除了拍拍手、甲感谢以外，咱会当做啥物无？逐摆咱听到宣教师的故事，咱敢有认真去想，伊咧做啥物无？咱认真去想，一方面伫迄点，日本的军队已经踮伫外面，准备要军事啊，准备要军事动作啦，准备要入来啊。另外一方面，踮伫满道有基督徒受到杀害，所以伫迄点是一个内外拢有压迫的时刻。内外拢有压迫的时，正做一个上帝的萝卜。当台湾人走去找巴克利牧师的时阵，咱感觉伊有选择吗？咱感觉伊敢真正有选择？也是正做一个服侍上帝的萝卜，恐惊咱每一个时刻拢无啥物通选择的。
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师，所以伊有特别的身份，会当去甲日本的军队来交涉。讲一个时刻，伊也得到台南人的保证，讲袂甲伊当作是要来统治的这个人，所以伊踏出关键的一步。当伊一步一步向前行的时阵，到底伊咧想啥物？当一步一步咧向前行的时阵，到底伊咧想啥物？到底我向前去，我这出去我会拄着啥物？头前的路毋是咱会当所想象的。当然，后来的故事咱知啊，故事是好的发展，所以日本人真正接受，所以是和平一城，拯救济济人的性命。咱无详细去想，咱少少认真看这个故事背后所代表的意义，咱就会永远停伫听宣教师的故事，就是拍拍手，伊就厉害的。无想到讲，宣教师踮伫即块土地的性命是一直咧见证，正做上帝的奴仆，恐惊咱无选择，正做一个军队基督的人，咱无法度有家己的意志。正做一个要军队基督的奴仆，上帝交代互咱啥物使命？咱干那会当去完成了呢？啊无，咱就是想要服侍家己，毋是咧服侍人。这是今仔日教会上大的问题。咱干那想要服侍咱家己，无想要服侍人。咱干那想要看家己的需要，当每一摆需要出现的时阵，咱干那先按算我有偌济亏力。我的时间会使无？我的家庭状况会使无？咱无认真讲，主啊，我实在是你的奴仆啊！所以咱是看见，总是咱看袂见。颠倒有济济看袂见的人，才看见主的好调。巴克的牧师到底看见啥物啊？咱也到底看见啥物啊？耶稣问你：爱我为你做啥物？爱我为你做啥物？耶稣服侍咱每一个人，巴克利牧师也服侍咱每一个人，伊丽莎白牧师娘也服侍咱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真实的军队基督的人。嘛服侍咱每一个人，所以今仔日咱踮伫遮，咱早就已经受到济济人的服侍啊！咱必须爱回应，咱干那一个选择，就是去服侍每一个身躯边的人，毋是求受到别人的服侍吧？伫这条路起来。军队耶稣来陪伴，来服侍每一个你所拄着的吧。请咱来看这首诗：爱我为你做啥物？我看见世界，却干那看迄一点仔那尔。我掠准讲，我知影；我掠准，我会使。但是迄拢是掠准。我看袂起，互边仔的人赶出未来的路线。我想要看到，我想要军队。伫即点，伫现在，掠掉全部所有。看见，看袂见；看袂见，看见。毋是求互人服侍，乃是求去服侍人。爱我为你做啥物？你阁为着伊做啥物无？小人物会笑，大人物会哭，一念之间，成做永远。你是看会到的人，也是看袂到的人吗？耶稣咧问：
爱我为你做啥物？毋是受人的服侍，是去服侍人吧。请咱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真正是软弱的人。伤济时，阮敢若为着家己在暗算，阮有家己的计划，阮有家己的软弱，阮敢若考虑阮家己的时间、体力有限，却袂记你。其实你一直咧问，爱我为你做啥物？所以其实阮上大的罪是，阮无想要受你的服侍，也因为阮无受着你的服侍，阮嘛毋知影要安怎来服侍人。今仔日求你拍开阮的目睭，其实你早就服侍阮，也通过济济宣教书，你早就服侍阮每一个人，也通过每一位踮伫教会中间的信仰前辈，阮早就已经受服侍啊！阮早就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啊！所以阮会当回应，所以阮会当来跟对你，求你帮助阮，对这点，阮拍开阮的眼光，互阮哪来哪亲像你，毋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去服侍人。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咱三甲来吟回应的诗，圣诗505首，我要忠实。
咱伫奉献之前，请本会丽拉长老来报告咱的文艺时间。大家平安。咱教会的文艺团队事工是伫1993年家庭团契来发起。1994年，王明仁牧师把这个事工刷来做全教会性。当时发起这个文艺团队，是因为社会变迁，有侪人无时间去传福音。所以大家都认为文艺团队事工真重要。29年来，咱真感谢上帝，咱台湾教会是一个有听的教会，非常关心福音的传播。所以，咱的关心、代祷、甲奉献，上帝一定纪念恁。而且我特别要讲有3个人，29年来。点伫遐咧做文艺团队的事工，一个肖老师，一个郑长老娘，一个朱慧姐。咱看，咱的团单，咱的周报有页，咱的团单后面有一份更新，这嘛是会当摕去传福音的。咱今仔日的团单内底除了有页。更新以外，咱阁有夹一张今仔日的奉献，就是要用这个袋啊。吼，若有要奉献的人，则用这个袋啊来奉献。咱今仔日，因为咱这2年来吼，迄个瘟疫的问题所以咱足侪事工拢无法度做，考场的事工、庆典的事工拢无法度做，所以咱今日伫个教会后壁迄个桌啊。有放蒲公英好消息，才会咱咧做事工的。这后壁拢有当着咱教会的因仔，咱甲这分予社区，咱的厝边，或者是你摕转去，放在店口，互人自由来摕。因若有需要，请因就照后壁迄电话敲来教会就会使。安尼你就伫咱的文艺事工有份。而且搁一摆，感谢台湾教会遮尔大的疼心，伫文艺团队的事工，29年来做甲足水的，咱特别感谢上帝。这是咱3角来的奉献。
将请坐。好，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吼！咱疫情愈来愈控制，所以咱渐渐慢慢恢复啊，愈来愈开放吼。所以有当时啊，都是一礼拜，咱拢会开始有新的调整，所以奉献会当由即次开始来收，所以咱一礼拜慢慢来做调整。咱周间的聚会嘛，渐渐对后礼拜开始要全部来恢复吼。所以但是拜三的圣经学堂游玩点伫线顶吼，所以嘛，请咱若是要参与的，通过线顶的方式，咱来收看巴克利圣经学堂。今仔日咱嘛为着文字传道的时间来奉献。后礼拜是主日学的奉献主日嘛，请大家关心甲带到。咱踮伫12月初5第一堂中间，咱要举行圣礼典要洗礼吼，所以若是咱有想要接受洗礼的人，请咱会当办公室这边来做报名吼。所以嘛，照咱周报顶面遮的时间，咱来家己来注意吼。奖学金的名单嘛踮伫周报遮，所以你若是要领奖学金的每一个同学嘛，请你会当来到伫办公室遐来领取。圣经迄个现代台语译本对。登记到今仔日吼，所以如果你嘛还未登记要购买，请你赶紧踮伫今仔日踮伫咱的办公室遮来做登记。因为佫刷来年底了，明年1月份就开始要恢复伊的定价。咱昨有为着黄俊德兄弟来举行告别礼拜，所以今仔日因的家属嘛踮伫咱中间要咱来致意吼。请秋月姐因家庭，咱嘛继续为着俊德兄的家庭关心甲带到吼。好，请坐。咱儿童营昨已经有第1期所以佫刷来11月甲12月，若是你还未报名的家长，欢迎扫 QR code。好下晡咱有一场演讲吼，咱若是礼拜有看到迄个海报。咱下晡的演讲是对长老教会档案解密咧谈台湾民主的发展。咱应该有一个印象是顶礼拜发生迄个黄国书立委的代志对无？咱若是有看迄个新闻的，看到迄黄国书立委，互人讲伊是县民嘛。拄好下晡大概要讲的是类似甲这有关的一寡议题吼，所以若是咱有兴趣的兄弟姊妹，咱会当踮伫大礼拜堂后壁遐填写报名资料，因为共款是10连制啦，所以咱先做一个暗算，咱下晡踮伫大礼拜堂会有一场演讲，欢迎咱的兄弟姊妹会当踊跃来参与。好，咱做伙来吟刷尾边的诗歌，咱来吟圣诗400首，关注仁爱甲你同在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关注真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关注属乎你心性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天堂，亲像长老我下水。伫蒙雾暗面看见主的光，愿主真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福你心性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天堂，亲像长老我下水，伫蒙雾暗面看见主的光。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踮伫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。互咱得到把握，也互咱知怎样去服侍人。
毋是求受到家己的福祉，咱通成做正人的祝福，对打到永世代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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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。